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即阵台湾吼，如果是世界的No.1，但是这个No.1是自热尾吼算过来吼，真正是吊车尾啦吼。什么款的吊车尾？咱看到这个 CIA 公布2021年哦，全球的人口，咱看到生育率的这个预测啦吼，咱看台湾伫遮是包办着227名吼，真正是咱讲生1.07个这个囡仔尔吼，有够低吼。咱嘛看到讲吼，世界吼前5名拢是咱看到这个非洲国家啦吼，因有影生差不多5.57个至6.91个啦吼，所以有诶可能生到7个遮尔济。但是咱看到吼，后尾这5名，自这223名到227名，这5个国家吼，拢看到讲过去是受到咱讲的这个可能是传统的这个父权结构吼，咱讲儒家的这个文化、这个思想有关系啦吼。所以咱看到香港吼生1.22个。这个澳门是生1.21个，然后新加坡1.15个，啊，南韩遮吼1.09个。其实咱讲吼，南韩和台湾一直咧拼世界吼No.1上尾名吊车尾的这个部分吼，真正生有够少的少。咱嘛看到讲2020年的时阵，咱台湾是出现着这个人口这个负成长，就是有人讲吼，这个生不如死啦吼，出世吼真正吼比袂过咱讲死亡的这个人数啦吼。嘛专家讲，这个2030年可能咱就会面对着劳动力负成长这个问题，安怎来去应用啦吼？其实咱看到讲政府有想要做吼，伫咧2017年卫福部才成立啥物少子化的这个办公室，但是去用批评啥？批评敢若开一届会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等下当好好来检视一下。另外，伫咧今年，咱看到讲吼，这个行政院嘛要对着这个少子化吼，咱看到讲可能吼有这个政策的这个2.0的这个部分吼，到底这个津贴是毋是要来吼吹落去，互大家吼会当加生吼？但是这部分到底有效无效？另外，2021年吼，伫咧立委遮吼，嘛有讲要成立一个吼这个公听会啦吼，啊，嘛要对这个修法者来去做一寡这个应用吼，做好少子化的这个专法啦吼，啊，是毋是比较讲这个日本？这个部分吼，来讲吼，对策这个基本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日本会当来做参考无吼，咱嘛会提讲世界各国到底安怎来应用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宾邀请教育政策推行联盟专员李廷欣。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来宾邀请时代力量立法委员王婉如。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来邀请福利心智基金会董事陈文伟。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来邀请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是啦，首先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吼，这个 CIA 预测咱2021年吼，咱讲吼是排上尾名，这一档吼2021年可能才生平均1.07个囡仔，先做来看。台湾继续少子化，即马人口结构也出现大变化。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1月出生数只有9601人，无像去年12月甲今年2月出生数拢有上万人，是27年来头一届一个月无到万人。而且最近5档的结婚率也出现大幅度落降，2019年还阁有超过15万对结婚，毋过到去年只剩12万对，结婚率更加是11年来新低。美国 CIA 上新预估，2021年生育率台湾上少，伫200外国内底排名吊车尾，今年平均可能敢若生1.07个囡仔。台湾大部分都还是以婚生子女为主。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结婚的店数如果依内政部统计，大概减少大概8% 左右。所以整个跌下来以后，结婚的人减少以后，那生小孩的人就相对就更少一点点。所以我们也在等看过未来下半年生育率会不会稍微提升一点。专家分析，去年受疫情影响，冲击出生率甲结婚率。也若最近几年来，台湾的翁仔出世性别比例一直是查甫较悬查某，正常范围102%到106%。最近5档降到107%，也是比正常较悬。不止到今年2月9大到80%以上，显示女性人口的衰败变化。我们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因为我们生育年龄的妇女大幅度的减少，所以说我们就是生育的人数会生育的子女数会减少。好，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我们在一个转折点上，就是死亡的人数高于出生的人数，这是未来的一个长期趋势。
学者认为，疫情影响因素一直存在，加上疫情地区经济无确定，民众搁较无愿意生囡仔，已经成做全球性的问题。台湾未来出生数恐惊会搁再落降。虽然适婚年纪的男女想要结婚的意愿较低，毋过伫查某较侪查某的情况之下，男性未来是可能找无女性结婚。出生率吊车尾的台湾，政府搁较应该好好面对。记者综合报道。当然哦，这个少子化这个因素真济啦。有人讲吼，这个台湾的厝价伤悬，啊有人讲吼，这个是咱的这个吼少年人负担伤悬吼，拢吼致使因无想要踏入去婚姻，啊有的婚姻吼了后，有的嘛是无想要来去生囝吼，因为因家己都饲袂饱，腰袂好啦吼，所以咱看到吼，这个部分一直咧吊车尾。啊，其实咱讲吼，台湾的这个生育率吼，其实嘛吼对着可能是这个虎年也好，龙年也好，有去做一寡这个变化。所以有人讲吼，这个生育的这个思考吼，根本都毋是咱讲吼咱一般吼，真正是较正常的这个思考方式啦吼。亲像咱看到迄当阵2010年的这个时阵吼，咱看到迄当阵吼上加来到这个16万吼6800外人吼。但是咱看到2020年的时阵，迄当阵也阁有这个30万人哦。但是咱看到讲人口的这个负成长，现在咱最近都要过来加来关心咧。尤其咱看到讲2019年，咱讲到吼这个死亡人数差不多17万人吼，啊共款这个出事的这个人数嘛是17万人，啊，到2020年的这个时阵吼，咱讲生不如死啦吼，真正出事的人差不多16万，啊，死亡的这个人数来到17万人吼，所以这个部分嘛真正互人惊吓，讲到底台湾的这个人口结构吼会安怎来去变化啦吼。首先，咱先来请这个定心来看讲吼，这个少子化这个因素吼，你认为上重要是啥物？大家唔敢生咧？其实啦，咱今仔看到这个拄则主持人拄则嘛有用到迄数字，就是讲排伫上尾后遐个国家。其实你若斟酌来看，头一张，头一张，你若斟酌来看，迄排伫后壁，像迄南韩嘛、台湾呐，啊，搁有香港啊、新加坡。其实伊有一个，因有一个迄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因拢是东亚的国家。啊，东亚国家伊有啥物文化？拄则主持人嘛有讲到。就是咱儒家的文化，儒家的文化伊背后代表的意思是啥物？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就是性别之间的迄个分工，因会无共款。啊，传统的迄种性别的分工讲的是啥物？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对不对？啊，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分工的方式是安怎无法度适用伫即卖社会，以及伊是安怎会造成着迄个。囡仔，大家无想要生囡仔，即个现象，我才有一个数字想要先互大家看一下。是，这是咱台湾甲其他的国家比较，就是女性有头路的比例。啊，你会看一个，这个蓝色的这个是台湾，啊，这个橘色的这个红色的这条是瑞典。瑞典伊就是咱讲的上伊的性别。就是查甫甲查某之间的迄个分工是上平等的。啊，你看，咱这蓝色的这条是女性的迄个台湾女性的迄个劳动参与率，就是你会当看到，咱伫20几岁这个时间，有90%的女性，伊拢是有头路的。这代表啥物？这代表是台湾的女性即摆是想要工课的。啊，毋过咱传统的这个分工，就是咱拄则讲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个分工，因是这个文化是无法度支持女性引起稳定的工课。OK， 嘿，所以这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咱即摆这个传统的文化，伊逼着咱台湾的女性必须着爱伫工课，啊，搁有厝内底就是结婚啊、生囝这两个代志中间去做一个选择。嘿，啊，毋过咱即摆拢知影生囡仔爱啥，生囡仔爱时间之外嘛是爱钱，你的钱爱为倒位来。咱即摆咱伫咱台湾，你若想要生囡仔，你必须爱一个家庭必须着爱有2份的薪水，才会当饲一个囡仔。所以讲，咱台湾的女性即摆伊有需要，伊嘛想要去找头路。啊，毋过咱的传统文化，交即个需要其实是互相有冲突的。嘿，所以阮伫咧观察是即个传统的文化，其实是占着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传统的这个儒家文化吼，尤其咱头讲到排上尾这5名吼，拢是受到这个真深的这个影响伫咧啦吼。咱头嘛一直讲吼，台湾伫遮吼排尾名吼，有的时阵有生出来。啊，生一胎，啊要生第2胎、第3胎，可能就一寡这影响。我生第1胎就遐尔艰苦，要饲、要养吼，真正吼无遐尔简单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过去男主
外女主内这款这个思维，可能咱来对时代来改啊吼。继续咱个请教委员吼，你看到除了这个分工的这个部分，你个看到啥物？其实我嘛看到一个所在，就是讲规个台湾的社会啊，新闻的环境，其实对传囡仔真的这件代志无讲真好。包括讲你出门的时阵，你的路其实无讲真好行，你若要刹车啊，其实无讲真好刹。啊，有交通工具的部分嘛是共款，其实拢无讲真方便。所以规个文化，包括讲查某人带妈妈人带囡仔出去，真侪人嘛讲，你安怎带你安怎饲你安怎，真侪意见，大概方面拢敢若无讲对带囡仔是讲真好的所在。所以讲除了这个传统的文化了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阮规个社会其实对带囡仔拢无讲真好。包括讲头啊讲到这劳工的工时真长，这个所在嘛是共款咯，需要来做一个调整才有法度。是，所以咱讲吼，除了分工的这个部分吼，咱爱拍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这款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吼想要生囡仔，咱到底路有铺平无？还是讲其他这个政策有对咧行无？吼，其实这大家要问的吼，尤其咱看到讲饲囡仔真正唔是遐尔简单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妇女心知，咱讲吼，即阵是一个国安危机啦吼，但是恁过去就讲这你唔是心知尔，恁是先知吼。早就看到这个危机啊，但是这个危机甲遮久拢还未解决，你个看到啥？我来先来讲吼，咱妇女心知吼，为2003年开始，就一直伫推动少囝化政策吼。咱一直咧讲，即摆的问题是讲，要生囡仔，你爱有钱会当车用，而且第二个上重要，你爱有时间会当来车用吼。而且莫讲车用啊，敢若生囡仔伊本身你。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嘛爱有时间来好好做人，吼。即摆问题是讲，咱的政策内面吼，即摆做法对遮来讲，因敢若想到就是讲，咱来发钱就好。所以过去吼，咱敢若看到的都是一直，譬如讲，咱生一体就补助偌济钱，吼，生两体补助偌济钱，但是这是治标无治本嘛，吼。咱即摆希望讲，像对咱妇女。心知也是先知来讲吼，咱的做法吼有两个啦吼，阮感觉讲你爱对症下药吼，你爱为两个做法讲起。第一就是你爱降低咱规个劳工的工时吼，这毋是讲干那是妈妈的工时尔，因为即摆大家拢想讲找囡仔也是车用囡仔，这拢是妈妈的责任，无，其实就是讲。爸爸跟妈妈要做回来，而且对爸爸妈妈做回来讲吼，两个嘛要有时间，所以咱的劳工的政策内面一定爱去降低，大家总工时吼，这是上重要吼。都有时间，有体力，都有迄个心情来做人嘛吼。第二就是讲，咱毋是干那发钱尔吼，你嘛是爱互妈妈有时间，有一个人家伊去支持嘛吼。所以咱在公共托育的这个政策。一定要落实。其实咱过去吼，这个少囝化的社会对策基本法内面，其实都一定有讲到，讲咱来落实公共托育。但是即摆的问题是讲一个数字，咱来看者吼，咱心知内面有做一个调查吼，即摆所有的少囝化的预算内面，敢若有1%。敢若有毋是1%咯，是0.0004%，4%是摕来落实公共托育啦吼。所以就是讲，大家是真拢了解讲，这真重要，但是做了唔对，方法唔对，发钱发唔对所在，而且发钱嘛无效。所以咱妇女心知就是一直在呼吁讲，咱一定要为大多讲的这两件代志做起安尼。有影吼，这个。工时这个问题，毋是干那吼，查某人爱顾囡仔，其实查甫人吼，亲像吼，阮这样的吼，嘛是若是未来要结婚吼，负担着咱讲照顾囡仔的这个责任，吼，查甫人嘛是爱做甲到吼，这是头拄啊这个吼委员当时所讲的吼。虽然看到讲，其实这个男女的这个分工工时吼，看这个劳动者吼，会当吼劳动部者会当安怎吼提出着咱讲保障劳工吼，要做人也好，还是讲吼真正吼做人成功了后，尾手这个照顾真正爱咱讲平均来去分配吼。继续咱请教苏庆姐啊吼，咱等下讲就这张图，但是咱看到讲吼真侪人想要生但是生袂出来吼，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吼。你佫看到啥物？我先讲用我家己做例啦吼。阮母啊，之前甲我问讲，
你唔结婚，我讲佮想看卖。佮讲到尾伊就讲唔要紧啦，你若唔结婚，先生一个嘛是会使。哦，是。我讲唔结婚，佮先生一个创啥？伊讲到尾就讲我咧讲哦，你若无生，后摆无人给你旁道，你知影？你知道什么旁？啥物叫做旁道？伊讲旁道就是要有人好，有人你过身的时候给你旁道安尼。我讲不要紧，我会叫别人来。到尾就做生气，伊讲我咧讲吼，我甲你生出来，我的责任就尽啦。啊，你袂使，你对这个社会责任你要生一个。你讲这是咱。顶一代的人，伊就想讲对啊，你就是爱结婚，你来生囝。可是到阮这代呢，你想啊，对即摆台湾来讲吼，所有不利因素拢出现。拄啊头一个讲做工课，即个工课的环境对这生囝不利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真侪拢是足细间的公司。你这么细间的公司，我可能一个公司加4个人、5个人。即摆我请2个查某囡仔，这2个查某囡仔去生囝不得了，公司剩一半呢。所以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进前啊，咱做记者嘛，有一届啊，阮公司要派人去出差去采访，啊，头家就打电话讲，素心啊，你可以去吗？我讲，可是这条路线根本不是我的。伊讲，因为家己无结婚，佮无生囝，随时用出去。所以因的想法就是，总讲你有结婚，你有生囝，你就是一个免随时叫你去做啥物工课的人，这是头一站。第二站呢，我因为无结婚无生囝，所以所有的阮的同事吼，伊啊生囝当中有产假，对不对？叫你做代理人。我几乎拢是代班人。好，这个时阵我就听着阮的中官来讲吼，阮的主管讲，咱即摆吼，即个咱搁聘新人的时阵吼，招人的时阵吼，招查甫好啊。第一，伊袂去生囝；第二，搁较晚伊嘛会来上班；第三，随时叫伊拢创啥？伊讲，你即摆做头路即个环境吼，对查某是足无利。无有利。所以有当时就想讲，安尼不要紧啊，我著莫结婚，无即个烦恼。所以第一个，咱的细间公司足济，啊，伊无能力去做即个托育。真好的公司，你讲你是像台积电的是啥？可能有足济补助，有的公司佮家己公司就有幼儿园，对不对？啊。拢4个5个，这要安怎做？这是咱政府爱想的代志。咱是咪种这个细间的公司，这个共一个区内底，我来甲伊帮伊设一个托育设施，咱就共同使用。这爱跳脱本来的想法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吼，咱搁较不利的因素是啥？也拄啊，咱前面前辈都讲到吼，伊讲。因为呢，你会想看卖哦，之前有一个人，我会记得是柯 P 的演讲的时阵啊，伊讲伊嘛，迄当时嘛想讲，这个小囝这囝愈生愈少吼，这个现象到底是什么回事？伊就叫伊的部下去看卖，叫伊看的结果就讲奇怪吼，总共伊也去分析讲，这有生囝的，甲这个无生囝来分，就发现有结婚的啊，平均生出来囝的这个数目，无比。顶一代少足济，就是讲因若真正有去结婚，因会生呢。是。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最大的问题是无结婚。你会发现吼，咱即马真济咱讲的适婚年龄啊，足济拢无结婚。而且你问伊无一定要结婚。所以第一个就是真济女性无一定要想要踏入婚姻。踏入婚姻，因为感觉讲，你看阮以前阮妈妈踏入婚姻就是创啥？婚姻就是开始爱带囡仔，做出来代志拢是伊做，因为咱传统就是女生，我即摆就算是有头路，我做头路了，我转来厝内底，我所有的代志感觉拢是我做，所以我也看到我妈妈安尼，我对婚姻无憧憬啦，我是安尼，所以你会发现讲，第一真侪人伊选择讲我莫结婚，第二伊吼会承担伊的工课，讲我有小可感觉有小可。但我做啥物物出来，我无因为我结婚去用 fire 了，我就来结婚。所以吼，结婚的年岁愈来愈大，所以咱有差不多以前25岁生第一胎对不对？即马30岁才生呢，就是你有浪5年，所以咱即马加起来个无结婚呢，啊个较晚结婚呢，所有加起来一定即马咧侪足少啊。所以咱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讲，我即马做工课环境，安那互这头家袂想讲，哎哟，我查某囡仔吼，请着一个查某囡仔就要。大巴肚要结婚啦，安尼也是买好，也是查甫好啊，所以这嘛爱解决。啊，较细间的公司，咱安那放一个，正常你讲的吼，因为伊也要请产假，而且要请个育婴假，啊，安那补足人力，就是咱正常讲叫做人力库这个代志，就是讲，即马这个人也去，我唔惊讲我去生囝了后，我转来就无位通坐，因为人就新人对吧？人补新人啊，就是这个。
可以移动的人力，咱来走，之前拢讨论过啊。我当初咧跑劳动部的时阵拢讨论过啊，拢无做啊。拢无做啊，结果就一定是安尼啊。是，所以咱看到讲吼，台湾实在吼过去这个咱讲中小企业真济吼，家己做头家吼，若要请真济查某囡仔来去做吼，大家吼这个头家拢会想讲啊，伊可能会生囝，所以伫咧工课场对女性吼真正无公平吼。另外咱头拄啊嘛讲吼，这个传统的这个因素啦吼，大家有人讲啊，你着先生囝就好啊，但是吼买手咱看到吼真济因素吼，安尼拖可能吼地书伊本地吼差不多25岁到30岁，这个伊的黄金时代吼，就安尼吼演落去啊吼，所以看到这个部分嘛是大家爱好好来思考啦吼。另外吼，这个求职网站吼嘛有去讲到咱到底现在无想要结婚，无想要生囝啦吼，咱看到讲无要结婚的吼来遮看到吼是差不多6%吼无结婚的这个计划啦吼，有人都讲啊，我着这个收入会当饲我较低啊，为什么我着爱行入去这婚姻内底？头拄所经济也嘛有讲啦，我看到妈妈就是爱冒遮尔啊代志起来吼，你若是有工课倒来吼，你工课场煞继续。这个家内事拢是吼，咱讲传统的这个妇女人咧做的吼。另外就是找无吼理想的这个对象吼，咱嘛看到讲吼，有的人吼真正亚胜即阵台湾的男性的一寡这个作为吼。另外，咱就讲吼，这个房价是真悬吼，买袂起厝吼，这嘛是6%无计划内底的人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吼，家己饲袂饱，那个寄银行的，所以吼存款无够啦吼。结婚基金无够啦吼，介意一个人吼自由自在的这个生活。无想要这生囡仔，咱看到讲吼，台湾目前差不多53%吼50.3%啦吼，无拍算吼要生囝啦吼。37.8%吼是这个无结婚的吼，就是无这个计划去生囝。12.9%吼是已经结婚的，但是嘛无计划去生囡仔吼，所以咱讲现在唔敢生吼，饲袂起是7%啦吼，当然嘛是买袂起这个厝的差不多5%啦吼。另外工课伤无用，无时间来照顾，就是咱头拄嘛一直讲吼，咱讲男女都要来平等啦吼。咱讲过去男主外女主内，即阵咱讲吼，这个双薪吼。有2份薪水，查甫的嘛有薪水，查某嘛有薪水吼，但是安怎伫咧工课场平等吼，这嘛是真重要。另外社会上过乱吼，咱真正看到讲啊，真正咱这个社会吼新闻事件真济啦吼烦恼去用这个伤害，还是去用霸凌、恶歹，有27%。另外，咱看到讲吼，是毋是这个安心的吼，咱讲药营啊，还是讲托药的这个机关吼，真正会当找有啦吼，差不多嘛要到2.5这样济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因素实在真济，到底政府有看到无？虽然咱看到讲吼，即阵这个立法院也好吼，要杀掉少子化、少子化这个专法，但是专法敢有真正适应到咱台湾的这个吼，咱讲社会结构，咱先做来看。台湾出现连锁去年创历史新低，第一遍呈现人口负成长，少子化危机将做国安危机。学者甲各部会大家做伙讨论少子化专法，因为政府虽然伫最近提出几多项措施来应用，不过依然无法度互愈来愈学人的生育率提升。那透过一个平价教保的继续扩大，还有育儿津贴的达到加倍，还有就学费用的再降低这些措施。我们会陆陆续续来做这部分的努力。那教育部依照这个授权呢，也订定了补助办法。那我们目前在整体幼教法也正在全面的修订，也把育儿津贴那放到我们整体的法条文字来。行政院0到6个托育经费，自2016年的154亿，今年增加400亿，变做557亿，后年将会增加到850亿。学者讲，像南韩开预算抢救少子化危机，所无看到生育率提升，就讲咱国内困境就是各部会拢有各自的应用方案，因果资源无整合，建议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鼓励女性结婚。也许说我们再投入更多的经费，也许也没有办法提升生育率，而是整体我们社会的结构要改变，比如教育制度的改变，那比如说呢，鼓励年轻女性进入婚姻那这个呢都是非常的重要。立委认为，国发会这个一个少子化对策的计划无够，应该统合各部会资源，推动国家战略型的少子化政策小组，并且先前的思考制定专法来应用少子化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吼，咱看到讲整合各部会吼，大家拢有这款的想法。
但是要安怎整合，其实拢有困难吼。但是咱嘛看到讲，2017年这个卫福部成立这个少子化这个办公室，可能开会干那一届，啊，这个成效到底有啊无吼？真正吼，使人疑问啦吼。但是咱看到各国吼，其实嘛推出着真侪种的这个政策吼。咱头拄嘛讲着吼，儒家文化吼，这个第一个咱看到中国啦吼，因过去吼，这个生一体啊，生一体，大家拢甲这个吼生10步的更优先吼。其实台湾嘛是共款的这个部分。啊，因2016年吼开放吼第二梯这个生囝啦吼，生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吼，开始要拼这个生育率，但是吼，咱看到成效嘛有限啦吼。另外，日本咱等下嘛讲到吼，因少子化有这个基本法吼，因讲一天吼上班1点钟吼，啊，你若是生囝了后有14礼拜这个吼产假，啊，这个1天至3天有这个吼无薪的这个幼儿的假期啦吼，啊，你就无薪水这个诱因讲真正有啦吼，咱等下好好来思考。越南遮啦吼是有薪吼，袂当吼家己死头路，还是讲吼，互伊做加班的这个代志，啊，半当来吼，这个产假会当补7成的这个薪水啦吼，啊，7岁以下会当领这个补助。另外吼，咱看到德国这个部分，14礼拜吼专心的这个产假吼，啊14个月内底会当摕到6.5的这个薪水啦吼，啊补贴会当领到18岁哦，这可能就是真大的这个诱因吼。你讲饲囝吼，自这个0岁到这个18岁，这个补贴吼，这个生囡仔这个部分吼，真正会当互伊这个少年的这个爸母吼，无遐尔啊这个负担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瑞典的这个部分吼，10天吼有薪水的这个陪产假吼，有婴仔的这个假期会当来到480天吼。伊强调是吼，两个人拢有吼，查甫查某拢会当吼来去共同来照顾这个新生的这个部分。另外，这个法国的这个部分吼，嘛是有薪水的这个产假啦吼。啊，另外是2岁啊，2岁到6岁吼8点钟。免钱的这个托育，吼，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当吸引到咱真侪这个台湾人吼，尤其咱看到讲，即阵要找这个公共托育这个方式，也是讲吼，这个咱真正吼要去抢这个公共托育这个部分，你就是爱排队，啊有诶吼真正是排无啦吼。另外提悬，咱讲这个幼儿这个补助是南韩吼，咱头拄嘛讲到，咱一直甲这个南韩咧拼上尾一名，啊因讲2022年吼。逐个月会当吼补助差不多7000外块的这个台票吼，但是安尼补助到底有效无？啊，到底什么款吼是适用咱的这个公共托育？咱继续请教定鑫。好，主持人好。其实看了这各国的迄个因为着要互因的迄个家庭愿意生较侪囡仔，所以会当看到因提供足侪迄个服务。啊，我看遮的服务其实啦。我拄则咧看的时阵，我就感觉会当归纳成3点，因有3个共通点。第一个，你就是会当看到因的足侪迄个，尤其是育婴假，足侪国家有提供迄个育婴假。其实伊的目的是啥？伊的目的就是要互咱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伊会当兼顾家庭甲工作。就是我厝内底若有迄个囡仔若有照顾的需求的时阵，我就会当转去厝，为我的工课小暂停一下，我会当转去我的厝内底照顾我的囡仔。这是一个要互咱的迄个少年人会当兼顾工作跟家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吼，你会当发现因做做一代志，包括迄个提供公共托育的服务，其实拢是降低咱的托育的负担。不管是补助嘛好，还是讲政府直接提供托育服务也好，其实伊拢是要，因为咱若要工课，我的囡仔无人照顾的时阵，我一定爱有人会当接取我的照顾工作，所以提供托育的服务，以及降低咱托育的负担，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咱拄则嘛一直在讲的，就是你的劳动的时间一定袂当伤济，所以会当看到咱日本对，一天1点钟，而且我来时阵我嘛有看到，伫迄2019年，就是去年，日本有一个新的政策，因开始着，咱拢知影日本是一个高工时的国家，毋过伊嘛发现了这个问题对少子化有影响，所以因伫去年的时阵，因颁布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因规定企业你爱去降低劳工的迄个每个月加班的时数就对啊。伊开始注意到，咱一定爱互迄个少年人有时间照顾囡仔，嘛有时间生囡仔，囡仔才生会出来。所以我感觉这个政策是咱即摆有在做，毋过有足侪配套嘛是爱跟上的对啊啦。就像讲你国家提供育婴假互少年人好啊。毋过，你的劳动市场
敢有友善的氛围。是啊，无吼，这制度就会放伫遐，啊，毋过就像咱常常讲的，看会到，啊，毋过食袂到。是啊，有诶咧讲吼，查甫的嘛，过去维持着迄款这个观念，讲啊，我就是爱去这个劳动这个市场内底继续做工课啦吼。啊，所以吼，这个升这个育婴假吼，就互查某人去请就好。伊惊伊的这个头路嘛，去用代替去。但是这个想法吼。不管是嘛牵涉到这个公司也好，啊，这个查甫人个人的这个思考方式也好啦吼，啊，这个部分真正吼伫台湾较无遐尔好落实啦吼，所以伫咧法的这个展出，虽然咱讲哦有这个专法会当去推杀，但是传统的这个概念可能无遐尔简单，就去甲破除啦吼。但是这个法的部分嘛是爱来好好杀啦吼。虽然咱头头讲法吼，真正甲这个这个社会结构的这个关系真正真深嘛，无遐尔简单。啊，整合者吼，咱头头嘛讲到2017年卫福部这个办公室成立了开一届会啦吼。啊，所以咱这个监督的部分嘛爱搞好立法院啦吼，继续请教委员。其实讲这专法的所在，专法的这物件其实有是真好，但是毋是敢若有就好啊。是。因为真侪物件甲真侪做法，其实因之前都有讨论过，但是都无伫做。所以阮看到这日本的法内底专法内底讲到讲，爱有专职的单位来推动这来解决这种问题。但是台湾其实之前有，但是无伫做，其实嘛是无效。所以唔敢若是讲这专法的物件爱杀动了后。真侪做法的物件嘛，爱当者来进行，才有法度来解决。所以，阮是看到讲，到底有想要做无，这才是较重要的，毋是法有啊无的这个问题是。到底阮的国家有看到这个问题，有真正要来解决无？有真正要来改善这个问题无？是较重要。是，所以国家应该有看到吼，即阵咱看到 CIA 这个报告啦，毋是甲咱过去咱家己咧统计啦吼，咱讲。CIA 嘛关注着遮，咱排名这个上尾仔名吼，这个劳动力过去咱讲哦，台湾的这产业要顾着发展啊，所以咱真正这个劳动市场遮吼，爱保全伊的这个吼有健康的，也是讲完全的这个劳动力。但是安尼看，买手吼台积电可能嘛招无人啊吼，这个国安危机吼，可能就直接产生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真侪人想要生但是嘛生袂出来嘛是一个原因啦吼。咱来看到讲吼。大家吼真正吼看到这个台湾生育率吼真正低这个部分无想要生，有人讲吼这个无要结婚的这个吼数字差不多拢是伫咧3成4啦吼，所以袂当讲吼这个无结婚的人多，所以咱看地区这个生育率低啦吼，到底这个幼婴啊，还是讲饲囝这个负担吼，才是这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政府爱为民众来排除这个生的这个障碍啦吼。咱看到讲吼，这咱头拄一直讲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压力啦吼，还是讲对男性，你都要有车有房吼，查某囡仔才想要我靠你吼，真正这个部分，咱讲吼，这个部分拢爱全来改变。另外，咱看到讲中央社会所吼，这个研究员杨文山啊，伊讲无结婚才是台湾生育率低这个关键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有一寡这个定档的这个意见但是咱讲这个是大家这个想法啦咱头拄嘛讲到家务分工这个分这个育婴甲做家事啦咱讲这个做翁婿嘛是爱分担差不多2成育婴这个工课对当增加查某人想要生第2胎这个意愿咱讲有的人真正是无想要生，但是真正嘛有一群人想要生，但是生袂出来所以咱讲做人工的这个部分，咱看伊的这个爱开钱但是有人嘛是敢开，但是伊这个成功率差不多10%至20%尔若是要做气管的这个婴啦咱讲疗程可能你个开12万至50万，成功率嘛这个3成至5成所以有当时真开钱你这落地有够深无够深其实。这嘛是一个原因伫咧，你若是未生补贴有啥物咧？咱看卫福部伊是补助中价收入的这个部分做这个器官婴补助15万啦但是有真侪人毋知影有即款这个补助，另外桃园也好婚礼也好啦这个逐年补助2万，金门遮无论你是做这个器官还是做人工拢差不多补助8万所以咱看到无想要生甲想生袂出来想要生袂出来这嘛是一个原因继续能够请教这个。当事啦你安怎看这个现象咧？咱讲到人工的这个部分，真正可能即阵咱也无这个完全的这个数字，但是这代表嘛是另外一个现象政府会当安怎做？其实嘛是共款咱爱去即摆的问题，就是像这主持人已经讲的，想要生也生袂出来，而且这生袂出来，其实毋止甲咱讲的这钱的问题迄后壁嘛是有一个
通常咱会当有即个条件，感觉讲家己要生的吼，遮的人可能年岁嘛较有啊，岁数较济啊，岁数嘛较济啊吼。而且即摆咱的教育嘛真好吼，所以大家拢延长咱教育的时间。所以若个加上达到阿寿卿讲的吼，我嘛是一直拼工课，我其实都过着迄个会当生囝的时间过去啊，都是过去。所以嘛是讲讲转来，就是讲咱这已经。甲后壁去啊，就是讲想要生的生袂出来，其实不如就是讲，也是爱转去到头前，就是讲，互咱会生的遮的人吼，有一个诱因有当有一个即个开口开力去生囡仔啦吼。啊，当然咱嘛是感觉讲有当有遮的健保的补助是介好，但是吼，我嘛是感觉讲吼，上治本的。问题也是讲吼，咱爱互妈妈因轻生啦吼，因轻生。啊，我嘛爱讲一个代志，我个人家己的经验吼，我家己嘛是生一个囡仔，啊，即摆我真算讲介好，已经12岁啊，所以我会当坐大才甲大家讲话安尼吼。但是大家爱想哦，我为什么即摆即个时段会当坐大遐？这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我运气介好吼，我的头家伊有。允准我吼会当来遮请假，譬如讲来遮讲即个代志，这真重要，伊嘛有支持。第二就是讲我家己的爸爸妈妈吼，就是阿公阿嬷，因有伫后壁在支持吼。我嘛是爱甲讲一遍，即马看起来哪像真侪太太吼、妈妈吼，因上班啊个顾囡仔吼，啊其实嘛真侪爸爸因的观念介好嘛吼，嘛是会想要分担，但是即马的问题是讲，公司若是遮长吼，你看会到食袂到的时阵，都是靠上伫。补即个 gap 啦，就讲即个，补即个亏即个亏到底是谁在做咧？因为公共托育无好，啊，阮趁无钱，啊，就是阿公阿嬷，吼，就是搁转来阿公阿嬷的身躯边。但是这毋是逐个人拢遮尔 lucky 啊，就是遮尔幸运啊，吼，都有人这样支持。譬如讲，若是咱北漂青年，咱来台北做工课，啊，爸爸妈妈伫南部，啊，要请。公婆顾，你嘛会紧张嘛吼，较歹势，无比家己爸爸妈妈嘛吼，你要安怎甲伊沟通吼，你嘛歹势嘛吼，这嘛是有一寡文化的问题。啊，若是要请后头厝的爸爸妈妈，伊若拄啊好无伫身躯边，啊，这个妈妈伊是要安怎看囡仔、顾囡仔啊、退手吼，所以就是这是规个咱整体的结构性的问题吼，咱的文化的问题吼，所以阮就是爱搁更加去强调讲吼，互大家。莫伤忝，吼，有即个时间，有即个气力，转去生囡仔、车养囡仔，吼，这企业就是咱企业吼，咱的公司爱有即款的思维，就像大多主持人讲的，对啊，台积电是台湾之光，以后若拢无人，你要去倒位找劳工，吼，所以咱的企业吼，企业恁有即个。摘掉吼，这个观念若是有当改吼，这倒有改啦。吼，大家做回来做啦。做回来做啦吼，虽然头段嘛讲吼，这个想要生袂出来吼，这嘛是尾段吼，因为咱讲真正到这个年岁吼，伊要去想办法，也是讲生囝，其实是真艰苦的。咱嘛看到讲吼，啊，伫咧进前有一出咱讲吼，这个影集啦吼，咱讲未来妈妈吼，伊为着要生囝，真正介痛苦。啊，咱看到讲吼，介痛苦，伊就爱拍这个注射，吼，注甲伊袂当的啊，尤其咱讲毋是。一届做咧，都会当成功。咱讲这个做这个人工的可能10%至20%，啊做这个气管的这个婴儿的这个部分3成至5成吼。啊，莫行到这个部分头前遮，咱都要做好完全吼，爱护这个查某囡仔敢结婚敢生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哦，亲像哦，足侪数字伫咧2017年的这个时阵嘛，有另外一个数字，咱讲流产。吼，这个比例，这个数字是真惊人，有一档吼，可能是25万至50万这个数字。啊，有人讲这毋是完全的这个数字，可能也个乌数存在啦吼。所以大家会当有心吼，但是惊买手的这个启用的这个过程，咱个请教苏卿姐啊。嘿，其实呢，咱台湾有几个数字，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咱即马知影，咱生囝是全世界通少啊，吼。可是你来详细去看，拄啊，迄生囝较少，遮个国家拢有一个特色，就是因的做工课时间都做长，差不多的即几个国家是咱白宫做工课时间同长的头前几名。所以确实是有关系。你做工课时间愈长，因一天毋拢咧拼经济，伊就无办法去来拼囡仔，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代志，你拄啊讲这老体这个情形，其实咱台湾有另外一个数字，我
印象中进前就是台湾是亚洲所在吼，咱的青少路啊，老体加有新的比率是足高的，是18岁以下。嘿，所以就是讲，这唔知影代志的呢，唔知影保护家己的呢，爱就去生囡仔。啊，这较知影代志的呢，想济，想讲。我可能饲袂起，想讲结婚无较好，所以就无结婚，然后就无生。所以咱解决后壁这个问题就是讲，即摆已经结婚呢，咱安怎互因生？所以咱拄仔拢有讨论着，吼，安怎有办法用囡仔的时阵用请假无？啊，总讲即摆公司有迄幼儿园无？幼儿园是毋是歹拢逐个在抽有够啥足心酸的，你知哦？还去抽的时阵就讲。啊！你8区50几号，啊，拢总嘛收20个尔，是毋是？啊，有个人口气，你讲其实阮已经额满啦，所以莫讲遮心酸，是毋是？爱较济这公立的幼儿园吼。啊，另外一个部分就讲，无要结婚的，这到底是要安怎？因为这比例无低哦，你知影，咱迄应该适婚年龄的，差不多有3成到4成是无想要结婚，还是还未结婚，所以这一个问题足严重。因是哪无爱结婚，就爱想这个问题哦。另外，你拄仔讲的讲爱靠这医生的，我讲一个故事。之前有一个医生甲我讲，有一届啊，伊有一对翁仔某来，那2个来的时阵是真欢喜，看起来差不多40通岁。啊，两个看清查应该拢是做拢是讲主管啊，啊，应该经济能力拢袂歹。是。啊，来是要做啥物检查呢？这个太太就讲吼，我感觉吼，我可能是有心啊。吼，因为我迄个月事无来吼，啊，我想来检查我是毋是有心。是。啊，叫医生就讲好，我来帮你检查。叫佢一检查呢，毋是有心。是袂生。是伊更年期。哦。你知影，伊是早发性的更年期。哎。迄当阵你想讲吼，这干嘛天堂跟地狱啊？本来是就是家己有心啊，即摆来其实是一定无机会啊。啊，先安尼伊讲，迄当阵伊看即对翁某就感觉是可怜，因为因讲吼，先啊较晚才开始要生，因为咱伊甲咱做侪台湾人共款讲啊，一开始想讲咱莫遮早生，因为咱钱存款嘛无够，厝嘛还未买。啊，遮尔济迄落，咱看换一个，啊，两个变较莫有小可钱啊。可是咱公司咱两个才拄好开始，咱即马去生，可能后摆工课就无遐好，是毋是讲咱做较差不多有一个成绩，咱再来生囡仔。好，两个拢真拍个吼，有钱啊，啊做主管啦，好，咱两个拍拼来生囡仔，准备好啊，开始准备好哦。啊，袂生啊，伊讲伊看了真济即款的啊，所以咱其实啊，台湾我无记毋对，咱差不多6对到7对翁某内底就一对无办法自然生，原因有诶毋知，啊有诶用找着，啊所以咱是安那爱人工生殖，因为确实就这比例无遐尼低哦，所以安那去补贴因，互因讲即马已经袂生啊，啊找医生啊，进前有诶人吼，因为。你都有讲着嘛，试管婴儿伊成功吼，甲你的年岁真有真大关系。你若愈换来，你成功的比率愈低。所以有个人这样做几啊届，做开100万嘛生无囡仔。所以咱安怎帮助因？你较早想要结婚，啊较早想要去生囡仔，啊总有这样生无出来，咱再来用这个钱。我讲这足重要啦。啊，现在伊无爱生，我讲一个嘛真好笑的故事。有一届有医生讲吼，伊是一个白人啊，是一个。真有名公司的大老板，伊就讲，迄当阵迄大老板甲开讲的时候，伊讲吼，我咧讲，咱台湾吼，这便利商店吼真无好。伊讲啥无好？伊讲有便利商店吼，大家就无想要结婚。伊讲为虾米？伊讲以前吼要食饭吼，就爱某的你用做一个饭好不好？即摆免啊，卡7全家啥物拢有对不对？啊，即摆佫有博弈甲富邦达，拢免结婚。叫电话就有人帮你食，啊你也要送洗衫对不对？即摆无迄洗衫服务衫拢有咧，足方便了。即摆现代人想讲，我现在要结婚，结婚对我敢有遮尔好？所以，迄委员讲的真对，重新建立对婚姻，对家庭这价值的重建立，是咱即摆最重要的代志咧。无我家己，我像我这种人，拢感觉自由足好诶。我想那家找一个代志，家己做。好，家己拔骹拔手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建立这款的新的吼对厝吼，对一个想象啦吼，啊鼓励大家吼，入去到这个婚姻内底，莫惊吓安尼吼。这嘛是政府爱去思考，毋是干那你讲哦，我互你钱，啊钱互你。啊，尾手嘛是离婚啊，吼，就是安尼，真济这种的这个吼，这个部分啊，咱看到，因为这个婚姻
观念，还是讲吼对过去对大家这个角色无遐尔这个清楚，还是讲对其他人的这个想法啦拢有一寡这个转变的时阵，才有法度咱讲大进程啦所以咱看到讲，有的人嘛讲，这个人口负成长无啥无好啊，因为互大家去思考，因为咱即阵的这个环境都唔是遐尔好嘛，所以人口负成长是互大家另外一站这个思考的开始啦所以咱看到讲另外一个影片要甲大家讲这个对策到底是啥物？到底政府这个对策我的应用无嘛是一个调整性质来看。今天要跟国人同胞报告好消息，现在领育儿津贴是2500元，那在今年的8月就会到3500元，明年的8月就可以调高到5000元。总统蔡文在竞选期间，捌提出0到6岁国家斗阵市政策。行政院表示，今年8月初一开始，育儿津贴增加1000块，每个月提升至3500块。明年8月初一开始到5000块，0岁到2岁托育补助部分也增加，2岁到6岁幼儿读公共化加准公共幼儿园费用应减少，第2梯、第3梯补助也增加，希望抢救少子化危机。新的政策之后会提前到第2胎，也就是第2胎就可以加码1000块，第3胎再加码1000。不过，对政府的补助家长普遍认为，家庭负担饲囡的基本开销，而且增加生育率的诱因依然无悬。是不无小补，但是其实你看那个金额，其实还是差不多，只能帮到一点点啊。可是说，你说因为这个政策而想要再生，我个人觉得不大可能。1个月的学费就已经快9000，还没有加额外的，然后1学期的注册费2万多块。民间团体指出，补助政策让上述一位家长用领加买育儿津贴，不过用着业者恐惊起价，无法度减轻家长负担。现在家长其实到了每年的5月，都还是会面临抽公共化幼儿园抽不到的窘境，所以其实还是要鼓励政府，以及要呼吁政府要扩大公共化的幼儿园服务。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应该大量招募认定，加速扩大公共化幼儿园服务，达到113年3000班的目标，才能让农历上班的父母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是啦，所以咱讨论过，咱讲这个少囝化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有的人已经生这个第1梯啦咱们看到讲政府讲会当去咱讲搁催落去补助，但是这个补助有人讲是真正看会到、接袂到啦尤其咱讲第2梯、第3梯若想要生，政府搁互你贴1000块真正是无迄个日头啦咱讲真正照顾一个囡仔，尤其爱烦恼伊伫咧些社会中的一寡这个困境，其实嘛是父母这个烦恼的所以安怎甲这个社会问题甲解决鼓励台湾人会当有信心来面对咱台湾这个社会，这是正本啦所以咱看到讲，虽然伫咧家庭这个部分这个副署长社会家庭副署长伊讲啥？8月初就要甲这个津贴提悬至3500啦这个托育这个部分是7000块但是真正有诱因但是咱看到烦恼的代志也是伫父母心内啦虽然咱头拄这个政委嘛讲要甲催落去这个津贴的这个额度啦嘛要加速这个公托的这个速度，但是咱看唔敢说也是真济若是讲有新的这个负责人国家来饲到底有法度无所以咱头拄嘛讲企业是毋是有其实也是优先，这个有新人的这个环境嘛是重要另外就是咱头拄嘛讲到修正这个就业的这个保险法咱过去咧讲一年的这个幼儿的这个津贴一个人会当去估测这个部分，咱即阵是看到讲半当半当，查甫人半当，查某人半当，但是咱讲可能查甫人伊的这个家己的这个意愿都有这个过去传统的这个束缚伫监察委员伊嘛讲推动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政策引进这个产业的这个劳动力啦可能这是一个解决的这个方式，但是安尼嘛是治标无治本咱台湾的这个劳动人力无够利用这个移民来去补。另外嘛是共款着津贴所以安尼看起来大家提出来拢是互你钱但是社会结构完全无改变丁兄你搁看到啥？其实咱照顾囡仔，咱拢知影，咱拄则主持人嘛讲着，这个政策看了发现就是补足侪钱啦。毋过咱拢知影，照顾囡仔除了爱钱了，嘛是爱有人，人才是真正会当照顾囡仔迄个人嘛。即摆咱拄则嘛讲啦，其实因为咱女性愈来愈侪，咱开始去工课所以咱过去咱的囡仔会当妈妈家己照顾。毋过即摆无共款啦，即摆是安怎公共托育会一直强调，就是强调，就是因为讲。
咱查某人去工课了，爸爸妈妈拢咧工课嘛，所以囡仔一定爱有人照顾，所以一定爱有这托育的服务来。啊，去年联合国有一个报告，伊嘛讲啊，你今仔日联合国迄个研究，就是讲要安怎，伊去研究各个国家少子化对策要安怎解得到啊？伊提出一个结论，就是讲吼，公共托育是上有效，会当解决少子化的一个政策就对啊。啊，毋过公共托育服务毋是有就好啊，伊必须爱有嘛，有爱有品质，而且是家长会当负担的。所以咱补助托育的迄个钱，这是一个少的方向，就是降低咱父母的成本嘛，对不对？啊，毋过咱共一个时间，你嘛是爱有管理，你的品质爱好，嘿，这是另外一个关键。第三个关键就是你的量一定爱高，你袂当讲我的托育服务就干那遮个尔，袂当，你一定爱互父母伊想要送的时阵，伊送得起，而且伊会当伫伊的厝附近就找到，这是一个上界关键的代志。嘿，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吼，有钱了后，咱讲真正这公共托育爱有这个政策，安怎互伊顾到这个品质吼。有当时咱看到讲吼，这个因为这个少子化，所以咱讲真济，亲像过去吼真兴的这个科系啦吼，亲像这个幼保系吼，即阵嘛关真济啦吼，这嘛是颠倒头来爱去思考，就是讲遮这个人才安怎去培育。啊，有当时咱头拄嘛讲到医生这个部分，咱讲是4%啦吼。啊，即阵咱讲这个蔡政府可能想要过这个长期照顾这个部分，但是你买手无遮的人，无遮的这个新的这个人口去维持，也是讲甲他你遮的这个老龄化这个照顾人力，所以咱讲这是拢全面来照顾好势，然后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政府搁爱长期来去思考，咱都一定讲跨下部会爱来去做整合啦吼，但是也搁有真侪问题吼，等待去解决，毋是干那发钱吼。继续，咱搁请教委员啦吼。就是我看到讲发钱，甲大家拢讲真好，但是会搁较加生无可能嘛袂。所以阮有看到讲一个方面就讲，是毋是政府应该开始来做一个调查？调查讲大家是安怎无想要结婚，大家是安怎无想要生囝，啊，搁有生囝了后会拄着啥物问题，安怎来解决？安尼其实才有全部来看，因为阮看到讲，有的人讲，伊是因为无要结婚，所以无要生，但是可能嘛有一个方面是因为无要生，所以无要结婚，所以大家。每个方面都应该来同齐来看，才知影。尤其讲已经生囝的部分，到底会拄着啥物困难，互因安尼生囝、饲囝的时阵无快乐，还是讲无敢搁生第二个？这是这拢爱同齐来看，才知影讲到底生囝这个问题是安怎发生的，是安怎让互大家拢无敢生，搁加生几个？是有影啦吼。虽然头拄一直讲是结婚生囝这部分，但是有真侪这女性嘛，真有这个意愿吼，讲我毋免靠查甫人。吼，我会当去家己吼去找这个好的这个品质的这个种吼来去生，这嘛是另外一个思考吧。咱继续请教董事。是，若是讲这我嘛真赞成吼，我则要补充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啦吼。但是就是讲，即码咱毋是有同性婚姻通过啊吼，但是对于同性婚姻的伴侣吼，因若想要有家己的囡仔吼，即码是非常的困难吼。第二就是有一个人工生殖法吼，即码关于法律是。因即摆在想的吼，就是讲咱有一个美丽家庭的这个图像，吼，就是讲一定爱一个爸爸，啊一个妈妈，吼，安尼才会当生。啊，譬如讲我家己吼，身躯边都有一寡都是女性的律师，家己嘛真有才调，嘛真有这个意愿，吼，伊是单身，想要家己生囡仔，但是问题来啊，这个人工生殖法伊是禁止吼女性家己，若是单身，你是无可能去找到精子啊，就是讲啊。真好笑的代志，讲因的想法就是讲，其实你若无去管因若自然有法度生囝，当然嘛是会去生。啊，即摆问题就是讲，遮个有才调吼，有这个财力的女性吼，伊可能时间嘛够啊。譬如讲，而且就是伊嘛讲工课较无用，伊需要讲用一个上紧的方法，有一个做妈妈的机会，啊，才会法律所来甲拔掉的啦吼。所以这嘛是另外一个思考啦吼。有影，所以咱看到讲吼，同性好，还是讲有这个才调有意愿的这个女性，但是伊无想要结婚，但是伊想要有囡仔，这可能嘛是未来咱讲政策，还是讲法律会当去松绑的这个部分。上尾请教苏庆姊啊。是啊，所以我身躯边有一寡朋友就干脆去美国啊，还是去乌克兰啊，就差不多200万到500万嘛。200万到500万，看你去倒一个国家嘛，就去抱迄洋娃娃转来啊。对，品质阁袂歹哦。
因为因感觉讲，我今仔日我无想要婚姻，可是我有想要爱囡仔。可是咱即摆政策就是讲，互我无办法踮台湾生，我只好去国外。所以我感觉咱政府能想看嘛啦，就是说，即摆无婚姻关系，还是讲拄啊，咱同性的结婚这人，咱嘛应该互伊有采用后一代的机会嘛，是安那你剥夺伊的机会咧？我感觉这应该想啦。同重要是你拄啊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咱是安那讲。少囝吼是一个国安问题，因为你劳动力的缺口真正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因为拄啊讲吼，咱想要讲啊，不要紧啦，反正咱有外籍移工会来啊。你想台湾即马对外籍移工的吸引力并无悬哦，因为咱的劳动条件可能阁算会使，可是咱的薪水真正是真低，总甲其他需要这外来的劳动力的这国家来管吼，韩国也好，咱这。钱根本袂比，你知影？所以真侪即摆以前讲菲律宾啊，还是讲啥，人根本就看着讲想啊，我用选去别个国家。所以咱即摆想咧，毋是讲安那互外口的来做头的，是讲咱即摆少年人也少啊，因为咱生养少，啊老大人会多，安那互这老大人变成卖用个第二届来做头路。吼，这是未来咱来先想的代志。因为我想讲，你随时要生，差不多无遮尔紧啦，因为爱等。文化这个物件吼，是爱时间，爱时间，所以我感觉咱先想讲如何甲这个较老，可是感觉有用做头路的，咱用职场的再造，一个设计，互因慢用来做头路，啊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啊无一定。老实讲，咱即马有讲，如果阿公阿嬷请孙有钱嘛，如果你要有迄个。保姆执照佫较侪嘛，吼对，嘛同款啊，就是安那个这人，变讲形容再讲嘛，互因有存在的价值欢喜啊。啊，文化的改造，才那互因感觉婚姻是一个真美好的物件，这个爱时间。